今仔日是初一，真侪民众拢趁好天出门行春。不过明仔载拜二，初二的时阵，就会有风冰甲寒流会影响台湾。为明仔载透早开始，北部甲东半部，还佫有中部的山区可能会落雨。各地暗头就会开始愈来愈寒，也若初三北部的上低温可能会降到8度。大年初一透早，台北市南港的一间妈祖宫，规间人是吵。台北市早起日头真炎，为咗民众趁好天气出门行春。不过初二开始，就风冰甲寒流影响台湾，要注意气温的变化。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，在明天白天到初四这段时间，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性的一个降雨的状况，甚至在中部山区可能也会有些零星的一个下雨的情形。那明天的话，随着白天开始寒流开始逐渐的南下。气温会开始慢慢的下降，那晚上之后的话就会明显的转冷。那明天白天的话，在北部的高温跟今天相比，大致上可能会下降个1-2度左右。为天顶的角度看，国道3号接国道5号的路段车真多。初一国道5号往宜兰方向，速度上慢只有30公里左右。初二估计会为早时6点踏到下晡4点。国一由梅到新竹，彰化到宝岩。台湾到路竹，国三土城到关西，快关到雾峰，草屯到民间等，中道进前也会塞车。西部国道的部分，国一、国三建议是在早上6点之前，或者是在中午12点之后出发。国五部分要往南走的民众，建议是在早上5点之前，或者是在下午的5点之后出发。初一的车流量估计是128万车公里。高速公路局也建议民众会使以台6-1快速道路替代国1、国3等方式，避免出门旅游塞伫车路顶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